他就这个弄懂了是爱国头的一个省政东西了，跟我到了中间呢，也好，他就讲的个这一个路上到我讲，我爱国了个手了走了一个手了，容易就个道路上动了呢，哎，朋友们，一拉二零我后零七大年多了，这个就到个路上动个这个那弄了，我一关打不开。别家别件事情就没一动了的，又过分了，过分过低了，俺老别都吹了。啊，东朝的我的洋菜要那么到少动了啊！哎，过了有少经历，哎，过了有高点，我家里呢，哎，过了去也是今年见了有不少这风啊啥的，做小店还等我做大条。我家里呢，弄了要我家经过才闹是做，人家要我去就做了我对啊，我找到对几样的，我找到对也没中的，哎，不少动了，就不我了。你路也经常路梦下的那多年菜呢，我一看了多少刀，看了多少刀，我感觉我个就把它估计还到了，接不了可靠把它是啦。别家别姐就没读过费了，就没读过话，就没读。哦，你那我把这个老别。chẳng hiểu cái trong sáng bây giờ. 这个搞的是啦，我刚讲中要路我谈到啊，谈到感觉这个谈没是啦。这给啊多少刀的这个路那么还有啦。老了口接着给老农老大学个手机整那么的，给那刚开干好整干了这个口不是给老了的了，这给老的就我了啦。有么老农没说到嘛，就一家人有没关系了嘛，我好容易带一个种种草去我了。到了一度了，不去啥搞的了，到没说到啊，到可以做了，啥不到说到了呢？这个专门给啊，一考考了个有点了，碰。毛到这个地方，这包个亲家看这还真这点了，不过了呢。有没有人过这个羊跑毛到头了？我也不是谈了是了，我也不去拿点的通菜了。说帮我一看看，就帮他毛到头嘛，就没把这包是按路去我。到我在这估计很多钱了。这给的我在头头了，说多少栋就没个钱了嘛。把腰在点了，我娘和娘结果把腰自己做到去看到就点了，除了他教育了都告诉了。他们没有谈。你会不会的？你不会的。